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，伫个8月来通过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费的自治条例，顶个月锁定2大违建，一位伫个英国已经有治安疑虑的大型铁皮违建，另外一位是伫个淡水，是一栋出租套房的违建，将近100平，计做93间的套房。附近的厝边讲，这一间套房一个月租金才2、3千块，拢是租予独居的长辈者较侪。但是规栋大楼有4层楼，每一层楼拢拍通，竟然只有一个出入口。这万不然若是火烧厝，要逃命是真困难。已经予新北市政府全部甲拆掉了。新北市政府伫个8月开始，就将这个拆除大型的违章建筑。来甲看，这间是伫个新北市淡水的出租套房，出租将2楼甲4楼100外平的空间，全部叫做93间的出租套房，也有69间的洗浴间。附近厝边讲，这大部分拢是租予4大人在住，即马全部拆了，麻烦了讲过来，因为无所在通去。少2000块左右，都是弱势的，没有一个学生啊，等来等去的哈，谁有记的哈，还要搬走，你就看得会伤心。我跟你，原来这个大违建已经谈这30年了。拆除大队一个到15天了，全部拆个清清气气，拆除的费用差不多是56万块。就是会集中到一个出入口，然后才会出来。发生火灾真的是危险。来个看另外一位的大违建，是伫新北市的英歌，一间大铁厝总共开6天半就全部拆了，拆除的费用是29万块。伫新北市政府展现决心，要来拆大型的违建了，所有的拆除费用拢要向违建的行为人来收，而且若超过期限无缴，阁会向上法院强制执行。